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早起临时开记者会，指出林志坚的论文抄袭严重，决定要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美国总统拜登指出，中共的军演应该未阁有进一步行动，嘛强调讲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伊家己的决定。国内有民众向诈骗去甘普济食头路，受到苦毒。也毋过，咱国警方是表示讲，两国无司法合作的协议，警方嘛无法度。新开始来看两岸的情势紧张，国军年度的天雷操演早起伫屏东的车城举行。虽然今仔早起落大雨，也毋过嘛是照常来进行155榴炮的发射，因为解放军嘛长的军演。咱国军的天雷操演嘛正受到外界的关心，现场有真侪国际媒体来采访。一声话令，官兵操作155榴炮发射火炮，准击到海面的目标，来验证训练成果。陆军第4作战区找到一天伫屏东车城满风训练场来做天雷的操演。最近两岸局势真紧张，外界拢咧关心讲天雷操演的范围是毋是甲共军操演的范围有顶塔做伙。对这件代志，国军回回讲，这两个是无牵连，即便是早就已经排定好势的年度重炮射击。其实，在这么恶劣的天候下面，我们的火炮这次的操演可以这样顺利的进行，也表示我们平常的装备的保养也都做得非常的落实。我们都会按照我们原本的计划来持续进行，我们也不会因为敌人有任何的演习的状况而改变了我们的训练的目标。我们的训练总是一步一步来进行，战力要一点一点的去累积。中共煞咧强化建军准备，最近发射真侪型防空武器来做实弹的射击。另外，嘛宣布讲，从初9开始，小连续3天要伫南海、占干、南三岛东平的海域来做实弹的射击。盘点共军最近已经宣布讲，要伫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拢会有军事活动。军事专家分析讲，中共对台湾做大规模的封锁军演，这毋若是甲咱方的战略的这个深度甲压小去，嘛等于讲无咧管台海峡中线。演习的区域包含着咱的领海，这也就是讲，因无咧承认台湾的主权。我方会处于一个战略内线态势。第二个，外面要介入比较困难。你真要觉得台湾重要，不能丢，要协防台湾，你现在就要有一些的战略预处预置。专家警告讲，台海即马是伫个战略的内线，也就是讲，去互共军战略包围着的状况。假使讲，若是爆发战事，台湾头起先会拄当着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能源短缺。建议政府都要提早做准备。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内现在天然气的出厂量大概就是10到11天。中国大陆如果要围困台湾，不会只有10到11天，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另外，要家己制作中共政军设施地图的大学生温约瑟，伊捌讲，咱国成功南的官兵含有记录到共军军舰对猜的过程。官兵表示讲，双方上远大的距离敢若有180公尺。成功南的任务就是防止共舰来进入海峡的中线，还佫强调讲，已经有做好防止烧融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因为不满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发动大规模的军演。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伊无认为中国会阁有进一步的行动。拜登嘛强调讲，访问台湾是佩洛西家己的决定。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早起嘛开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共的军演，嘛呼吁世界各国讲中共的野心毋若只有台湾。I'm not worried, but I'm concerned that they're moving as much as they are.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do anything more. There was a live move of the speaker to go to Taiwan. That was her decision. 美国总统拜登伫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头一遍回应台海议题，表示讲，迄是佩洛西伊家己的决定，无认为讲中国会有进一步的作为。外国大佬嘛是同款的看法，认为讲现主是台海的危机是中国伊家己制作出来的，安尼这拢是喺美国的办批内底，这款手段是无效的。Coerce Taiwan. Clearly, they're trying to coer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l I'll say is we'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bait,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I think you should expec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aiwan Strait transits as we have in the past in the coming weeks. 外国大佬表示讲，
无改变中国有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时间表的评估，也就是讲，北京并未计划伫个2年内会来武力犯台。刷落来，美国的军舰会刷咧通过台海，表示对台的支持。外交部长吴钊燮伫个初九嘛亲身上火线，召开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试图让台湾人担心害怕，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到，更不会被击倒。对台湾人而言，自由民主的价值存在于我们的 DNA， 没有人可以夺走。吴钊燮表示讲，中国对台的手段只是借口，野心绝对毋若是台湾尔，呼吁民主国家都要做伙来，共同来应用。一直到目前的邦交国的状况，外交部表示讲，有14个邦交国的关系是真稳定，国际社会支持嘛会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飞行安全管理高峰论坛，今仔开始，13间航空业者来讨论疫情过了航空业的发展哦。目前两岸是真紧张，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过去的3天，咱国对外海空交通拢个真安全，也毋过若是未来中共的军演常态化是要安怎办呢？交通部表示讲，会随时来做应变。共军持续侵扰，初九桃园机场也是有36个机座取消。不过，民航局表示，最近这4天起飞甲降落的飞行机，差不多拢是150只，甲平常时的数量无明显的增差。过境的机座嘛，大大恢复正常。以航班来说，可能不会比以往多，可是那个准确度跟精细度，还有一些要因应的东西，还是要特别注意。目前共军演习主要影响沿海甲北海的区域，甲台北飞航情报区较无关系。不过交通部会请海运的业者特别注意，不影响我们18条国际航路，但是我们有请我们国籍的船，像长荣、阳明还有万海，他们如果有到，比如说到大连等等那些跟这个区有关的，他们特别要注意。共军军演敢会变做常态化，嘛影响台湾4库内海峡甲空域的安全。目前交通部已经成立一个群组，随时收集中国各种的公告，或者是演训的资讯，而且透过飞航通告、甲航船报告来通知，避免进入临时危险区。这部我们现在在交通部有一个群组就是包括收集在对岸他所发布的各个公告还有一些相关的他们演训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随时因应。另外，王国材嘛讲，开放边境是早晚的代志，后一个阶段会是开放观光签证，不过也是会以指挥中心的考虑为主，因为若是雄放量伤济，边境管制措施拢会得咧调整，而且防疫旅馆甲防疫客停车的量能，恐惊会无法度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23458例本土病例，有18人死亡。昨暗北部验出来 BA.5的个案，其中有1站家庭群组，今仔是又搁增加一个亲人确诊。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6个月到5岁以下幼囡仔自费随疫苗相关的规定哦。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是23458例，境外移入是211例，那死亡个案是18例啊。那死亡个案是自5月12号以来这个最低的一个个数啊。那大概距离在89天。那另外今天的本土病例的个数跟上周的礼拜2比上升了0.7% 啊。不过我们如果说以这一周就从周日到周3、周日到周2那目前还是属于持平。本土社区感染的 BA.5 的这些后续追踪的部分昨天到今天是有新增1例，这个我们昨天说匡列20个接触者陆续进行采检那其中有1位是属于家人的这个部分的接触者经过定序结果也是 BA.5 这是我们第24例的本土定序确认 BA.5 的个案，所以这一起的家庭群居目前就是有3位这个家人都确诊，那目前他们的感染来源仍然还不太清楚。就是针对6个月到未满5岁的幼儿接种辉瑞这个幼儿疫苗，那建议接种的方式是3剂都是基础剂那建议是以同一厂牌完成这个应接种的一个剂次。
来看气象局将发布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伫24点钟内底增强成做风台无兰，也毋过目前认为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台湾，也毋过因为南方的水汽受到南方水汽的影响哦，今仔明仔载2天，东南部佮恒春半岛会有雨水。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未来20小时，它的强度可能在24小时之内增强为轻度台风。不过它的移动方向会先往北，再往西北，再往西，往广东海面或海南岛附近移动，对我们是不会有影响的。而我们主要注意到的，则是这2天在大低压带中，它的云系会影响我们的天气。气象局预告，风台无兰虽然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南边的水汽伫今仔明仔载2天会为东南部佮恒春半岛带来雨水哦。过到中南部的山区，雨水嘛有可能较高。10月开始哦，水汽会佮减少，各地又搁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咯。再来看台大伫今仔早起临时开记者会，宣布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调查的结果哦。台大的学术伦理委员会是认定讲林志坚是抄余正煌的论文，情形真严重，所以嘛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台大一定坚持学术伦理与诚信的标准，维护近100年的学术名誉。再次强调，学校会坚守学术伦理标准。台大校长关仲敏希望各界尊重台大专业判断。社会大众要信任台大处理学术事务的能力，也尊重台大的专业判断。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防指控学术论文涉及抄的，台大组成审定委员会审议，初稿早起的公布结果，林志坚涉嫌抄的。林生的论文实际上根本几乎没有处理或分析所谓的杠杆者效应。余生、林生的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架构、目录结构、图表图示、中文摘要、第1章、第3章、第4章结论之前言第1节都有高度的文字的相似性，构成抄袭。学校说明，林志坚甲余正煌的论文为摘要、甲内文、甲整体结构存在高度的相他性，佫无符合学术伦理要求。伫参考当事人的书面甲现场说明，佫厘清事实。充分讨论了后，决议余正煌无抄，而是林志坚抄的，而且情节严重。教务处依据审定会的建议，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经过充分的分析与讨论，最后议决，余生并无抄袭，而是林生抄袭余生的硕士论文，且根据本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核定撤销林生的硕士论文。伫林志坚爆发论文抄的争议了后，台大学校真侪摆接到检举，佮组成审定委员会。上新的结果出来，未来学校会强化学术伦理的宣导甲教育，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另外，论文案丰富，后续会对选战产生什么款的影响，也有待时间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之前质疑新竹市政府有一个5人帮专门咧冒工程，今仔早起又搁再指控讲新竹市区将军村的修复案，和一间完全无经验的厂商标着，甲新竹棒球场的案件同款，嘛甲5人帮有关系。今仔早起林志坚嘛开记者会批评讲，政治无应该霸凌专业哦，唔通为着选举，甲市政府团队这几档的拍拼，批评甲遮尼唔值。一个爸爸要到外地去打拼，辛辛苦苦8年来生下来的孩子，就因为爸爸不在家，所以他不断的被霸凌。甲新竹市比作家己的囡仔，林志坚强烈反击。伫论文甲棒球场的争议了后，那也即嘛阁有动作。这个新竹市将军村修复的标案，互完全无经验的厂商标起，而且标着的人是重大建设汇报5人帮内底市政顾问王俊雄学生詹碧明。学生因为上过我的课。然后呢，他们因为我在新竹市政府当顾问，他们就不能来做他们专业的工作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还能做什么？王俊雄强调讲，伊教册已经30年啊，教过学生超过1500个人，应该尊重专业，唔通乌白做乌。也拿绿营立委吴思瑶嘛提出法规来反击，强调讲101年6月份了后，
修复历史建筑的资格有放零，只要有建筑师执照的人，拢会当来加入。所有的检验都有所本，请您之间政治不要介入专业，不要再转移焦点，只会召开空洞的记者会，请赶快出来打球。针对争议，南洋一定唔放手，强调讲检验拢是有根据。因那林志坚是批评讲，唔通为着选举的利益，互市府团队的付出总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东山会认定讲，国民党附随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的财产，其中有61笔土地、建物，有将近14亿的财产是无正当处掉，依法爱收归国有。救国团今仔开记者会批评东山会不公不义，造成救国团爱资遣1700个员工，改聘5000多个老师和教练伊嘛呼吁劳动部就爱主动来关心劳工的工作权。东山会干部层是暂时阁无回应。救国团员工同齐站出来表达捍卫工作权诉求。东山会定期认定国民党附随组织救国团名下61笔土地、建物甲13.9亿是不当处置财产，应该收归国有。各向救国团对定2.4亿外，救国团不满东山会处分，提告召开记者会表达抗议。国民党历任的党主席都否认。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历史的文件、档案也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救国团就是一个为青年服务的组织，我们不做调查的工。救国团表示，一审行政法院还未就救国团监视附随组织部分做出宣判，双方经过8摆沟通。距离友爱时阵，想要到东山会竟然单方面终止谈判，对救国团做出处分，让员工的生活陷入困境。救团员工分属在全国各地，我们大约有1700位的专职员工，有5000位的教练、教师、教练等等这样的一个员工在，所以这影响数万的家庭。救国团讲，提告记者会就是启动抗争模式的第一步，在伊将到东山会前真正抗议，希望东山会大党呼吁劳动部关心劳动权，临时只关注大量死人的头路。到中昼截止，东山会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一礼拜5要公布上新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学者是认为讲实际 GDP 应该阁会修正降低主要是因为美国新利息，有全球通货膨胀继续，佮加上中国的全民党代表大会第20届的党代表大会，有美国的地区中选举加政治的无稳定的因素，拢会去影响到今年经济成长。公布新的数字应该就是在3.5到3.9这个中间。学者认为，12拜5主计总处会公布国内上新的经济成长预测，会比进前预测的3.91%要搁较低。美国升息、全球通膨的因素，恐惊会来牵动全球经济表现。下半年还阁有美中两强的政治变势。地缘政治乌天鹅，无排除会影响到国内下半年的经济表现。现在中国大陆它就是在20大之前，它一定那个台湾的强硬嘛。美国也是一样，它期中选举之前，你也不能对中国示弱。伫个国内7月份出口的表现真好，创下历年来过一个月第2悬，年增率是14.2%，连25红。财政部看好出口表现。乐观预估全年有望会当来突破5000亿美金的大关，认为讲最近中国对台的制裁其实伊的影响无大，加重对台湾制裁，那它 V 转这种效果就会打折，这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台股初到开盘就开低行低厉害，盘中一度落到115点，不二个指数有个扭转来，冲关到15000，这款起落真大。分析师认为讲，两岸因素已经有较热啦，主要是美国会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受到美国落车的影响。7月份的一个 CPI 会有关于9月份 FED 到底是会升息2码还是3码？
台股伫初8拜一的成交量1745亿，创下一年9个月新低。投资人煞咧观望，分析师表示讲，两岸的局势加减会影响到台股。不过，这个关键是投资主力三大法人，若是讲美国继续来升息，台币美金的利差伤大，安尼热钱就会煞咧抽离，台股恐惊就会落价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民众因定去金浦节食头路，结果受到诈骗的案件是愈来愈多，有真侪拢是台湾甲金浦节两国的诈骗集团合作，做伙来骗民众哦。也毋过，咱国警方是表示讲，因为咱甲金浦节无司法合作的协议，警方嘛无啥办法。发出法求的信号，定位伫柬埔寨金边，原本阁有咱国的民众受骗到境外将事诈欺，甚至有的爱防备到泰国，着急向民代发求。海外求职势力有诈骗，也毋过这个人是安怎一步一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里？今天他应征你的时候，不是像说到一个办公室而已，他是非常用很上流的接待方式。故意溜一些英文，让你觉得你自己都不可能会不被录取。柬埔寨非法集团甲台湾诈骗集团斗空，透过伫台湾民事律处签下工作契约，第一步达成威胁无履约，恐惊爱赔大笔的违约金。当飞行机降落当地，护照随即封扣押。警方讲，因为无司法合作，研究本身有难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没有办法扩及到国外，那以至于我们在整个侦办案件的部分受到一些限制。欠官方管道救援，警方会当做的真正有限，也只会当一直提醒。敢若是台北市这一天过去，初9统计报案受理。受害者就为11人变成13人，这类诈骗真猖狂。若是柬埔寨、泰国、杜拜境外做山工，各风险也是真悬。咱国民众出国做山工，进前呢是爱三思而行。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今仔公布6都的社会主体成绩哦，其中台北市达成率是超过78%，表现算是上好。也毋过民间团体嘛强调讲，各县市目前的社会主体甲中央的规划数量哦是搁差真侪。叶头语话口号，几个民间团体早起共同召开记者会，公布6都社会主体成绩单。若扣除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的数量，敢若6都地方政府家己兴办的部分来统计，包括当地的规划甲设计，台北市已经有2万多户，完成率是78.6%。台中市是7146户，达成率是51%；桃园市是7195户，达成率是48%。不过整体来看，过去8年的成绩甲当初设定要起的目标有争差。社会住宅的兴办，除了各都他们自己的直接兴办以外，台湾社会住宅的比例要如何快速的提升，其实就是要靠这些多元的开发数量来去补足。事实上，这几年起厝的成本持续加悬，无论是厝价或者是厝租，拢互百姓是强要志在袂调。社会主体推动联盟提出5项社会主体政策的诉求，包括社会主体除了中央起，地方嘛爱起，因为社会主体无分党派，爱相并来进行。社会主体才会起了较紧嘛较济，相关都市开发摊的应该回归社会主体，以收入毋是以身份来加做会当负担租金定价的原则。因为袂当分做中央甲地方是合作的关系，若要大应该爱采用国际主流的轮候制，毋是抽口看谁较好运。中低收入的独居老人，那他们的补助就是7759。以台北市最便宜的青年社宅，一房也要3400，7000多扣掉3400，他4000多根本没有办法生活。抽签制有点是在比运气，用这样子的一个登记轮流等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更精准的去预测这个需求。社会主体推动联盟表示，会为这个月到9月份拜会6都市长的参选人，而且伫10月份公布社会主体优先市长的排名。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借 U-Bike 前30分钟唔免钱，也毋过桃园市政府的审计处是指出讲，过去5档政府已经补贴将近5亿，造成真大的财政负担哦，应该会检讨。也毋过交通局是表示讲，因为桃园大众运输无够利便哦，明年 U-Bike 30分钟内免费的政策会阁继续，未来要等下捷运立线完成，才要阁来检讨。
骑 U Bike 前30分钟完全免费。桃园从2016年推动公共自行车租入系统，到今年6月份为止，已经启用390个站点，导入1万架公共自转车，让民众租来骑。累计使用的人次已经超过5700万人次。我去看诊啊，就不用走路啊，就骑过去很方便。觉得30分钟免费很 OK， 对不对 ？OK 啊，还不错啊。就是如果短程的话就不用钱这样子。因为这里停车不是很方便，对，所以就骑，好像半个小时内是免费的，不是吗？所以蛮方便的啊，顺便当做运动。前30分钟免费优惠的政策，民众大部分拢真赞成。不过因为租金10块是由市府补贴厂商，所以有审计处讲造成财政的负担。嘛讲从2017年到2021年补贴的金额是6206万、8791万、1亿1323万、1亿2350万、甲1亿78万，拢总要到5亿。我们就是会看这个后续捷运绿线路网的这个建制的这个相关的进度。目前短期内是没有要取消这个30分钟免费骑乘补助的部分。交通局表示，明年嘛会继续提供30分钟内免费骑 U Bike 的补助，主要是因为桃园大众运输无够利便，机场侪运经过的所在，毋是民众生活的热区，时代公车的车座嘛无够密集。会等到捷运绿线起好了后，才来讨论敢是要废除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改用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留乐生疗养院的历史记录，行政院已经核定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也毋过，乐生保留自救会是发现讲，工厅的包厢甲重要的文物拢当作是粪扫，公共空间的蓬莱社讲要改做3间套房哦，所以早起去卫生福利部定情抗议。延续蓬莱精神。卫福部乐生疗养院的移民甲青年乐生联名大约10多人，初5早起来到卫福部大门前，控诉院方违背行政院核定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的要求，放任包厢将乐生过去争取人权的重要历史文物当作粪扫随意单调，是反文化、反历史的假修身、真破坏行为。阮今仔日若是无出门啊，这个蓬莱社都是可能会无去啊。但是蓬莱社若无去，阮活在乐生院又有什么意思呢？另外，自救会也谴责，保证院内进行中的工程，竟然爱将乐生重要历史建筑蓬莱社改造是3间套房，这也是过去自救会召开会议、举办活动、接待贵宾的重要公共空间。所以呼吁卫福部新任部长是随员救救乐生，停止院方继续破坏历史。咱是咱来哦，不得已，骹手又搁歹势，你以为这咯？这搞早啦，这是不得已的，无来袂使。我们会依照原本行政院的这个整体发展计划、商业计划来实作。对此，卫福部回应表示，绝对无乌白单调文物的代志。院方会搁甲移民沟通，讨先保留历史文物，也会依照行政院原本核定的常会计划，保留蓬莱社的公共空间，作为乐生保存运动纪念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北门哦，饲真侪蚵仔，也毋过最近农民发现讲饲袂大，量嘛减少。中秋节要到咯，可能会供应的品质的量拢会减少哦，品质无介好，价销又会较贵。农委会水试所是讲哦，西南沿海饲蚵仔对彰化到屏东，最近哦拢因为极端气候去影响到蚵仔的品质。来到台南北门路德沟的内海啊，渔民透早都无用在收蚵仔，不过这届无论是数量还是大小，渔民拢无介满意。天气安尼较冷，安尼较拄啊好。这个7、8月啊，这种到的这阵哦，你若上过庄哦，足够别壳的呢。一日多一人啊，15人的会死壳的啦。迄拢死啊！系啊，死啊！地喵伫海底拖起。之前敢安尼过？唔捌啦，唔係遐嚴重啦。天氣上少啦。你也看，確定啊，你也南流來的，你也甲像我滾水的。蚵仔的數量甲大細攏比英國較歹，迄邊甲2粒蚵仔摕咧手裡比，倒邊的這粒差不多一粒手柄大細，這是飼3年至4年；另外一粒煞干那一半大爾爾，不過這已經是飼2年的。迄邊佇咧懷疑講是極端氣候所造成的。
巨无霸大生蚝的大概养第2年就会到这样等级的大小，可是今年养第2年，它还是大概是这样的等级而已。今年的产量，像现在是盛产期啊，大概科农采收上来的那个产量，大概在往年的1到2成。就是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啦。那渔民也有反映说，可能就是那个，因为他们养殖的环境的变化了，可能就是海水的适合养殖牡蛎的条件有改变啊。放门落地港的蚵仔主要是拢饲伫咧放门内海啊，通常渔民伫遮放蚵仔仔以后，差不多饲1年，然后再过养殖1年，就差不多会当收啊。面对即摆蚵仔数量甲大小拢较歹的情形，农委会水产试验所大细分所表示，有观察到台湾西南沿海因为极端气候冲击到食物链的生态，影响到收成。那准讲今年中秋要食蚵仔恐惊就要加开钱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亚青奥利维亚牛顿强传出讲，因为癌症复发，伫加州过身，食到73岁。伊对抗癌症已经30档咯，毛成立基金会来支持医疗研究甲防癌的宣导。奥利维亚牛顿强甲约翰丘福塔的惠波龙子陪伴真侪野马行过青春。迄当时的野马，即摆已经是中年人啊。毋过两个人的爱恋早已经变成永远，互相的化学反应，亲像也延伸到镜头花。惠波龙子和奥利维亚牛顿强的演艺事业登上高峰，甲约翰丘福塔也为生分变成好朋友，成就野大一大家伙。奥利维亚牛顿强伫演艺界半世纪，原本想要做兽医，意外踏入歌坛，煞真出名。26岁代表英国入选欧洲之星歌唱大赛，演出惠波龙子，后来加做国际大明星。除了伫野坛真成功，歌艺确实真好，摕到4座格莱美奖，单曲甲专辑伫全球卖出超过1亿张。澳洲该看作是国宝级的天后。2000年在伫奥运会。代表澳洲团体盛会，为全球40亿的观众开唱。奥利维亚牛顿强的人生到1992年发生真大变化。首先是上爱父亲过身，那伊方诊断得到乳癌，接落来甲第1任的翁婿离缘，性命像喙齿的玻璃，都无法度搁倒倒转去。不过，伊并无安尼失志，除了积极治疗，也透过创作分享家己的人生体验，疗愈其他的感友。So music is a healing for me, and hopefully through my experience with it, maybe it'll help someone else, or they can just enjoy the music as long as they. 一直到69岁，奥利维亚牛顿强也伫舞台上真活跳。伊拍拼抗癌，以家己的名创立基金会，导致癌症研究甲防癌宣导。佮出版健康饮食食谱，积极发挥影响力。2008年，伊再度拄到真爱，甲做生理的伊斯特林佮结婚，也伫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审。只是癌症一直反抗，奥利维亚牛顿强的癌症2摆复发。4年前也传出已经转移到骨盆，3度着癌，犹原无法度拍替这位国际歌坛的大明星。伊的歌艺成就甲善心事迹，也永远留伫歌迷心中。公视新闻张淑君编译。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针对台大认定讲林志坚的论文是抄的，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教育部是表示讲，还未收到台大公文通知。董事林之一以政府默发声明，感谢台大行义清白，嘛强调讲会针对无实在的指控提出告诉。林志坚嘛伫下晡开记者会来回应，那么做伙来听林志坚的讲法。论文硕士的资格这一个事情召开了记者会那我也特别借由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做一个声明我觉得我非常的无辜我实在是一个受害者我的指导老师2015年的时候跟我要了我自己选举的时候的这个内部资料这个6次的民调资料，那老师自己先做了一个期刊的发表说明，里面去强调说，因为于先毕业，我后毕业，于先把论文交出来，我后交，所以我就抄袭他。
我觉得这样子的指控对我来说伤害太大。如果当时陈明通跟我要这民调资料，我不答应，我不提供，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也没有这些事了。哪来的抄袭？我觉得我是喝心口雷精。咱继续来看台北捷运文湖线，早起8点左右有一台对东港软体园区发车要驶往动物园的列车，因为车门发出重复开关的警告，监控中心就要求车顶100乘客先落车哦。后来发现是一支苏粉圆的大机速管卡伫门卡伫车门，所以才发出警告。今天早上8点6分，我们的文湖线南港的软体园区站往动物园方向。有一部列车因为车门发生重复开关的警讯，没有办法自动离站。行控中心按照 SOP， 请车上大约100位旅客下车，改搭下一班车。这件事情呢，延误时间大约是2分钟。我们把列车送回机场之后，经过维修人员检查发现，车门的异常原因是车门的沟槽卡了珍珠奶茶的吸管造成。台北捷运表示讲，这件事故造成车帮延误2分钟哦。事故排除了后，列车就随恢复正常了。有台北市议员取得台北捷运的资料，显示讲过去的4天半哦，台北捷运是故障270届，其中因为26档的文湖线是第1名。台北捷运嘛表示讲会来报告来做说明。再来看，今仔早起6点左右，台中市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对9楼的露台滑落去1楼当场死亡。第5天前台中某一个5岁查某囡仔嘛是坠楼死亡。医护人员是提醒家长千万唔通放细汉囡仔家己拍走。社区内底通看到苏家顺围调咧，警方去到现场了解状况，找到透早6点左右，台中市北屯区的这栋大楼有一个4岁姓陈的查某囡仔，对9楼悬的露台摔落到1楼，送医急救也是救不回来。那当时他掉落的阳台高度大概在成人的腰部左右的高度，那是有加装铁窗。该幼童是从家中的阳台攀爬不慎坠楼。共这个月初4，嘛有一个5岁生出来查某囡仔对13楼的徛架露台摔落，重伤不治，连续发生囡仔摔落的意外。警官基金会表示，对疫情爆发较大，伫厝摔落楼的案件比疫情发生之前佫加4倍。医护人员也提出调查报告，讲囡仔伫厝的事故伤害当中，跋倒摔落楼的比例到4:7，是意外比例占上悬的。尤其是去年我们去观测往前看的话，大概成长了4倍，所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在家里，可能坠楼的状况会更趋严重。那这个独处的界定，就是父母离开家里，或父母或者其他家人跟孩子没有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小孩子是独留的状态，那通常没有大人在旁边的时候，小朋友就容易会有一些紧张，或者是想要找家长的一个状态，那他就会乱跑。这时候就会容易发生危险。医护人员呼吁囡仔照顾者应该加注意厝内环境，莫伫窗仔边、露台边放会互囡仔白物件，嘛要加装安全装置，甲露台安全锁定措施。上重要是莫留囡仔家己去处理，才会当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市正出名的文化观光夜市，今仔透早3点左右火灾哦。因为夜市拢是铁厝，火是熄了真紧真慢，有8间店家拢烧起来，老店红五豆火嘛烧掉。伫透早5点，火才受到控制哦。起火原因搁会调查。大火对铁厝厝顶烧出来，另外一头嘛一直窜乌烟。嘉义市知名的文化夜市9号半暝3点，伫文化路甲延平街口附近发生火灾，民众搁听到“砰”一声。人家是说刚好听到砰一声，然后就起火。下班的时候要在这文化路上面吃东西，那路过的时候就看到大火。附近店家闻到乌烟的味，赶紧走出来。火势扩大去附近的3口店、手机店等，总共8个店家。包括知名的老店红五豆花，附近店家怀疑起火点可能是拄啊开幕3天的娃娃机店面内底冷气造成。新开的娃娃机，它6号开幕的，它现在开第2天而已，还有可能是他们，我在猜是它的那个新装的冷气，有人有听到有怪怪的声音啊，就有那个啪啪啪那种声音啊，也要等他们见识结果。消防接到通报，赶紧到场扭水线拍火，但现场火势无法度收煞，铁厝互烧到歪一边。大概就是加盖的建筑物，那因为它的2楼以上啊，都是有大量的一个装潢，就是有
大量的移动，导致了迅速快速的一个燃烧。火势伫个伫要5点才控制掉的，详细起火原因搁伫调查当中。透早由4台重机具开挖做残火处理，但联动铁厝的厝顶烧甲绑落，开伫顶仔卡的红红豆火，互缀伫铁皮下骹，现场烧甲乱七八糟，嘛互店家甲民众真感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家己报道。再来看台东县消防局今年初到8月份已经收到10件山难的案件，大部分拢是发生伫南环的山区也毋过去年规档才13件尔，所以消防局是呼吁民众要爬山就爱找专业的导游甲团队，嘛爱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嘉明湖山区6、7月定传出山难事件，台东县消防局甲空勤总队连续出勤上山救援。消防局统计，今年到即马接到的山难事件救援都有10件，也毋过去年是13件，今年有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可能是今年南怀公路拖车真侪民众想要看南怀风光，顺路去嘉明湖，加上山坳称为有限，有山友都无行国家步道，改为改步苏山经嘉明湖，也毋过对路况不熟，较会发生山难。不常走，那登山爱好者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冒险的精神。他们也想走走看，那再来就是它是通往向阳山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一条路线相对的也比较热门。林务局台东林管处也发现，南怀山区向阳甲嘉明湖两座山坳有140个称为有油的情况，比以前入门。今年叶落更加是定客晚爱拜后补，也毋过抢袂到山坳，民众也是会当爬山。那尤其是暑假的期间，我们去统计最大的值，有时候周末呢，光抽那个嘉明湖山屋就达到将近1000人要去抽这70个床位。消防局呼吁山友千万唔通家己爬山，上好是参加有专业人士带队的登山团体。同时，更加爱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体力不好，更加唔通勉强爬山。记者综合报道。渔电共生是为着咱国内能源的转型，也毋过嘛引起过度开发佮侵害渔权的争议最近有企业要伫供电厂来饲白虾甲草虾，银行团嘛连带88亿外，希望讲会当来增加国产虾仔的供应量。选立高级饭店开24道，有业者开重本伫太阳光电厂科技饲虾仔。虽然成本悬，但温室养殖会当4季生产，产量是一般养殖业者的3到5倍。业者信心满满，应用极端气候无问题。可以抗寒害、大雨、暴雨、淹水都不用担心，我们是一整年都稳定生产。为传统产业升级到高科技养殖，业者强调稳定供电甲生产，确保虾仔品质，所以得到银行团接受，通过88亿的连带案，会在离饭店举行签约仪式。渔电共生专区已经公告面积达到14480公顷，并由台电加强馈线的容量。利用市场加速太阳光电，渔电共生应用国内能源转型发展，但嘛引发过度开发侵害渔权等争议。不过，游园有业者勇敢投资，希望提高国内生产，改变虾仔高度依赖进口的状况。记者林振伟等披露 SNG 小组台报报道。来看华人的主治病医利用干细胞骨髓移植，和一个因为车祸瘫痪6档的查甫人重新站起来即摆用助行器得当家己来行路，咱做伙来了解。这位干线是今年26岁，抓助行器拍拼向前行，不过伫8个月前，伊的半身还未自力。伫2021年11月，完成自体骨髓间质干细胞回术手术，还佫有积极的复健了后，即马已经会当站起来，就连大便小便嘛有法度来控制。术前其实也就是一般的复健，加上这次的干细胞术后，就像施了肥一样。干线是伫6年前因为车祸，两骨第50甲第60受伤，地属胸坎以下未自力，全安尼半身不遂。复健5年拢无较好，原本已经要放弃啊。后来知影华联主治病院已经通过卫福部核准使用干细胞骨髓治疗，所以决定去做手术。全世界第一家，我们政府已经发给药证，然后第一个病人接受治疗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真的也能够站起来的哈。馆长期间为嘛特别去甲伊鼓励，而且针对国内目前干细胞治疗开放的程度提出呼吁。
要警卫服务，很多的特许的脚步，很多的这个医疗方面的框框架架法律的这个修法的部分，真的要跟上世界的脚步。主治病院强调讲，这个个案伫2021年11月手术了后的9个月才发表，应该是全国的头一例。而且这个个案半身不遂已经6年，甲其他病院公布的伫半年内就接受干细胞治疗的案例无同款，时间较长的需要更较久的观察甲复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后壁安溪寮，一位种了芭乐已经40担的农民哦，伊正认真研究，找出愈较好的种植方式，嘛拍拼讲要来创出家己的品牌，望个当帮助全省的农民，甲后壁了芭乐推广到全世界。一粒一粒的芭乐结籽，台南后壁安溪寮的农民林朝雄真惜手咧整理树丛，伊种40几年的芭乐。对芭乐的热情，互伊甲强要半世人的时间，拢奉献互芭乐，佮种出家己的品牌。这个物件，这个芭乐我推广的吼，我唔甘安尼的，阮这个后壁区就歇无位啦。虽然阮爸迄阵讲种作者唔好，伊尾有改差不多1、2家咧种切啊，但是我叫伊留一家起来吼，爱继续种。伫1980年代，安溪寮出产泰国芭乐。毋过因为种伤济，地需计销大落败市。林朝雄有缘无放弃种芭乐，颠倒注心研究，希望种出更较好食、品质一粒一的芭乐。而且林朝雄无唱播，望讲尽全力来帮助和伊共款种芭乐的农民，也通互相学习甲交流。所以讲，我希望咱这农友吼，会当互相参观、互相观摩。你好甲学起来，我的咱后壁区的农民，大家拢发展，大家拢趁钱啦。目见证过安溪寮芭乐产业的繁华，林朝雄希望重现苏当时的光景，未来甲安溪寮的芭乐推广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位做盐雕已经10多档的陈汉中师傅，伊表示讲，伊想要甲功夫传予少年人，也毋过是真困难，所以透过展览要互大家来看到盐雕的水，嘛望讲有人肯来学这门艺术。这一座一座刻角真有路，阁有古水形体作品，原料拢是盐。虽然看起来简单浅咧，不过爱注意的眉眉角角实在真多。沙雕它其实是可以在室外做，那如果遇到一点点的小风小雨是还可以制作，但岩雕是不行。岩雕只能在室内做，它如果在室外的话，它一遇到水它会融化。对头一步甲岩雕拍地基。加偌济水，拍到什么程度才算绝白，拢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才有法度掌握。做盐雕已经10多年的陈汉中师傅就讲，这项工艺毋但考验体力，嘛考验耐心，每一步拢袂费力。真侪师仔学无几工就走啊，互传承面临真大的困难。我们在做盐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每天都工作大概要8个小时以上然后因为时间也比较紧迫。所以大家在工作上，也会压力会比较大。那因为岩雕这个在全世界好像只有日本跟台湾有做，对，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的展现因为岩雕全世界敢若台湾甲日本咧做，伫台湾敢若7个看会到，所以陈汉中把握每一届会当展示这项技艺的机会，望互更较侪少年人看到岩雕的水，愿意来学。唔通互这项世界级的工艺失传去。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尾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